烧鹅。贡菜就是有一种很脆的那种青颜色的叫贡菜。你讲啥意思啊？海鲜地筋上来着，那个整个头一道吃。我说我对你真的是算好的不得了了，还要好意思来骂我。那我跟你讲，他要骂到过年，给他介绍富婆来，最后不理他。听到了放骚呀！那个样子，这个那边翻身子，哦，灵个灵个，哦，嗲个，哦哟哎呦哟！我最不喜欢吃松鼠甜的了，这个清蒸的是最高级的。清蒸嘛，牛头。哎，2次带我们到那儿去称赞，好王根本就不理他，他2次都没称到。再不吃也没得。打把枪了。后水还也会讲，像啥没少还吃着啊，除脱水高水是米。帮他们家爹要那个就是。今朝全部吃光完。哎。这还不错，你讲不错，肯定不错。我们来还有烧子今朝菜了，主要你对得还。哎，开水一张，结束一张，鱼水鱼粥。好了，午上再忙头啊。后会有期。有期。下趟来吃大闸蟹。好，拜拜。中饭吃海，现在马上发到西洋人区。我是朋友介绍来的，我婆婆家明天一个书房要重新粉刷一下，杂七杂八的东西实在太多，又搬不动。刚好我这边有个客户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不看心里面没有底，带辰光翻菜品比视频，他们都要搬了，还要套鞋套啊！你们钢具是真的没钢具。这个是我们的收纳3件套，直容易架，不挂肩，百纳箱不会乱，小的功德盒特别好用。你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？是的，都有证的，要考试的。现在搬家还有证啊？对，收纳整理师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新兴行业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先分类。对，全部分类。裙子、上衣、服帖。好了。长的、短的、不用的，薄的这是。小戴姐，你看怎么样？明天上午8点半，不见不散。你们来啦？来了，真准时啊！哎，不要拖鞋，也不要穿鞋套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地是很脏，因为还要弄墙。不是来了有点跑的动噻，自家不肯动手，还专业公司来动手，啊，这个意思啊？不是有实力，有素质。房间不大，啥七杂八个么子来得个多，主要是床垫，还有一张一大包烂子。我是他儿子。哦，我说怎么那么年轻的啦？怎么是我？这个是老刘啊，不是我公公啊。这个是我婆婆。哦，你以为这个是我公公啊？我说怎么那么年轻的啦？你是不是想我怎么跟我公公差不多大？来来，你比我公公大啊，比我阿公大哈。咦了喂！那这个面还碎肉的。辛苦了，来来喝点水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下一家。我们还忙呢。下午下一家。再见啊！啊，再见。拜拜。来了一种艺术样子，你当心氧气太套啊！对。你那下来这家付啥子啊？付可能收个8万而已。如果没出顿黑，实际啥子？来了上头啥？哎呦，地板啦落白颜色个鱼。